討論係咪發起工業行動。國泰回應話，工會必須撤銷工業行動嘅威嚇，否則唔會考慮同工會商討。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要求同資方重開談判嘅期限屆滿，工會話管理層喺限期之前未有回應，決定啟動工業行動籌備小組，研究行動方式同細節，下星期一交由特別會員大會表決，唔排除喺聖誕新年旺季突襲。我哋係唔會公佈邊一日行動，我哋要保持保密。我再重申，係公司將乘客嘅利益作為同我哋談判嘅籌碼。我哋絕對反對咁樣做，我哋亦都唔想咁樣做。工會呼籲資方盡快重返談判桌，除咗討論薪酬問題之外，亦都希望可以改善員工嘅醫療保障同薪酬架構。國泰重申同工會就加薪方案嘅會談已經結束，又話任何時間都歡迎有建設性同理性嘅會談。但係如果有任何威嚇會影響公司營運、其他員工或者旅客嘅情況下，就唔會考慮。國泰早前宣布，合資格嘅地面員工同機艙服務員出年平均加薪2%，公司另外會發放第13個月嘅酌情年終獎金。員工不滿加幅太低。無線電視記者李子琪報導。